大家好，我是于水温先生，你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的，然后今日你来大家来介绍，你咧係日本嚟放快踏步運動。今日嘅讓我強下來教大家係你嘅莊國松先生。大家好。好，大家今日活動奇怪，今日你表出來係一地嘅格嘅吼，一個地毯，你看你啊有4格，然後你平常有10格，吼，你一台地吼，你一格吼是25公分，所以你當然吼有100公分，還有250公分，你係特別吼為了你個日本來放快踏步嘅運動吼，來特別來設計嘅吼，你係日本該上界動物命嘅教授吼，佢研究發展出來的吼，你運動對你有乜好處呢？好啊，國生老師，你知道嗎？你講，那大家介紹一下。這個運動啊，可以預防失智，可以增加頭腦哈，仲會清楚一些。特別呢，預防跌倒，這個最重要的嘛哈。冇錯哈，所以按頭好處，你來介紹本，你哋的龍應該來用哈，你嘅銀髮寶貝來用。那用了哈。你哋行啊，你係拉大家講吼，講有乜嚟做？開學時間，你等呢，你係個地毯吼，係特別嘅吼，你冇擺吼，做唔得用乜個毯嘅膜，你吼有特別有防滑的作用吼。好，韓國係屋下吼，你冇建議講吼，你趕緊做，有當然屋下個地板有冇？叫人滑滑，雖然它有防滑，可是你行個上去會滑。好，還是要少，水冇是少冇到，家下冇會滑，所以你冇建議講吼，老人家吼一趕緊對屋下搞，最好係出來了社區吼，大家出來啊，大家互相的運動，這樣才是這裡的這個最好的目的哈，這樣預防失智跟跌倒的效果會較好哈。來，我哋來介紹哈，你哋夾個吼，你吼一格一格來踏吼，你嘅腳骨吼踏落去。一夾個吼，唔好踏落了，冇背了線當背吼。你吼先來行一條線吼。來，國松老師，我先做，等下你也聽聽我做，我等讓。我聽人做。嘿，好，你也看咯哈。我看嚟做。嘿，我唔會讓你講，我唔會讓你講，你有咩行，你有咩實，你有咩做，有咩要。為什麼？唔似啊，講人做腳，踏做腳啊，下擺落踏做腳都錯嘅。可是我冇會讓你講，我冇會教你。冇得講啊，我看。嘿，我來看。所以你要注意看咯。我聽人做咩咯？我行睇啦，你就來聽人愛做。好啊。所以你也唔注意看咯，緊緊來看咯，哈，喺度記我有冇行，好，你等下來學我有冇行，哈，好，我先來行一部分大家看，哈，你行嘅時節吼，唔好踏出來啲線，好啦，你先先。熟悉了個你們踏白個規則，好，你個步伐哈，你講來哈，等他你哈，他會再教進一步的一個方式，好，來，我講一行，上一行路用一行，行吼係講你，做得你看頭前，好，好，來，國祥老師，你來唱一下，好，我行了應該是去到兩邊上來，你看哈，好，我注意看機。一條線，冇踏到線啦。嘿，上愛跳成。冇踏到線咩？踏下去咩？嘿。好。行，我注意看，佢要唱麼哈？佢做，佢唱咧，到佢給他一個給你擺歡呼，哇，你好棒哦，耶，這樣子哈，好，咁你只記到兩片旁咧。好啊。嘿，你是話我係講我哋動動音哈，你個田呢，你個墊子哈，做得好。差不多6個人到12個人哈，差不多按樣做得。係講佢行過睇咧，往下個人行，還是行到了旁邊來。為什麼？有萬人愛去到了？保護的啦。係咗阿婆嗬，係講佢70歲、80歲、92歲，我後睇到個有個93歲阿婆，佢當我行，係講，係呢啲行到了來，係講我哋係。85歲阿婆，我馬上學你啊，你當有意思啊，嗬，我馬上要現時來了了嗬，我馬來行，可是我嗬，
腳骨冇力，我問有冇嘢咯？等等的，我對到家其實人喺輔導咧，所以你要係一個很安全，哈啊很能夠有大家互相幫忙的一個，所以係保護出嚟啦，哈。對，啊，聽到行得出嘅，係冇錯，好，你下好，你是好，我你睇，我哋就會進一步哦，哈，你看咯，哈，我頭先係一步一步，錯冇？我哋下會攞腳骨頭墊起來行，哦，係，你看咯，我頭先係切頭我哋行，係，你看我腳骨係咩？跳起來，我手骨就自然擺動，係，係講我咪對到我師傅咯，係，好，墊起來，耶，好，我哋幫你行，係啦，你行卡，來。講下你嘿，可是我聽見有到嘿，腳骨墊起來哦。啊，做埋點好嚟咯？點好嚟，愛刺激你嘅大腦，你好，做埋我大腦，你唔會失智，唔會又講了，怎麼說？他哈，因為我們又在研究哈，國內外哈，又研究講你墊腳尖可以刺激你嘅大腦嘅腦嗎灰。哦，你也失智，控制以那個刺激，嘿，還有一個就是平衡，係講你練好，你好係講我喊讀好好，行路，一喐咧，佢就嗌腳骨動有力，那平常時有力，馬上是好起來咧，好，這個就是預防跌倒，可以平衡的好處，好，來，你兩下走進一步，你睇你一條線哈，我兩下哈，走冇可能已經看了哈，來。耶，好，來你來行，我頭先又到頭先行一條線冇窮人哈，好，係，然後開始啊，係，一個啊，係，所以你呀，一個將近可以得下，做得很好，人做看落去嘛哈，瞄一下，係講你做得第二個行你第二，你是看頭前看挨一下，好，好來，嘿耶，好來。我行好，你全部嘅步伐你是走得好，你好，你下開始好，腳骨墊起來，看你有人行好來，腳按廿行來未啦？係講你好，走得你是下行起來，開始你走唔得，你是先墊起來，好，係，很自然的行，好，好，耶，好，來，你要不你？啊，係啊，旁邊嘅講下了啊，嘅阿公下抱好，看咯嗬，一個難哦，係，因為伊啊腳嗬，伊啊點行來，要按嚟睇按個嗬，要都佢冇穩啦，嗬，如果講個佢冇穩，對，所以旁邊嘅護衛隊企好來，好，耶，好棒哦，好，來，你兩下就會學進步的，兩下變到三角，好，係，你看行啊兩下，注意看咯，兩下。哎呦，很難哦。嘿，哎呦，你這規那個規則哈記起來，你也冇住看，頭腦想，你走得容易一個方法的來記起來。你睇到先呢？哦，太先啊！你講到咧，我係容易記得，係我哋下記得，我想到咧，我記得咧嚇。我嚇你都錯嘅呀。好，我冇嚇嗌。冇關係，係講我會帶到喺旁邊，係我係朋友嚟嘅。好，耶，好，三枚啊，係，三枚啊，三哦，係三張哦，冇頭條錢，開始啊，好啦，叫我拿好嚟，係呢啲下半係，叫我拿好嚟咧，腳骨做咧，係墊起來，係，啊個準時嘛哈。準時哦。人做唔按得不破個，係咪？拿行來，人做看落去嚇，看下來。好，手骨係講，會對到自然擺動，維持那個嘅平衡。腳拿行來佢困難些咯。安尼讀錯嘛？嘿，安尼錯嘛？100分，你錯嘛？耶，好，你下我就會教你，行難嚟哦，好，你也記起來哦，哈，係，你下頭先你。一條一格兩格，頭先三格，好，你四格，好來，看好。哎呦，很煩哦。
我俩还动回来，俺是来结果那一栏看啊，过那一栏，要是好太发，要注意，嘿，俺学过了自然摆的。那个髋关节都可以打开过来去你动回来，髋关节也是一个动喉的人头。来，耶，好，来把你来看，很困难哦。嘿，可以走的。可以吗？嗯。啊，开始哦。嘿。按呢？可以啊。有吗？走嘛？你唔同觀眾看看啦，佢唱下冇唱。啊。我睇下係用一項冇。好，對啊，其實個困難是的哈，因為有冇乜參考先。係講你要去到幾號項目？個區別喎。係，意思係冇關係，是不一行掉。有啊，耶！好，你望眼睛，你看。啊，太困難了，我頭先有人行，你看一下哈。我左行一次不一看是對的。來。有冇嘅啦？有冇強腰沒啦？冇強腰哦。怎麼冇強腰呢？嘿，當然，所以你要是來練習，即係當有意思誒，你看你用啲，讓你頭先行係冇強腰。怎麼冇強腰呢？冇強腰沒啦？冇強腰。嘿，好，你還嚟做個練習，有意思咯，你阿圓堂。怎麼冇強腰啦？我同唱完來圓堂，我嚟教你。都冇強腰哈。你好，是講介紹本大家看。你條圓堂嗬，你好，你下對個社區嗬，都係做得強性上，好來學，好當有意思嘅圓堂，好希望好韓白好，龍應家好，全部隊伍下走出來，在社區走了圓堂哈，你對我們的以後嘅失智還有跌倒都很有幫助哈。今日你是介紹了哈，韓白你介紹很有培訓嘅圓堂哈，本大家嘅圓堂，好，今日是到了啦，好，謝謝大家。安子 C， 再見。